好，来1661年6月初2拜四，早起良好热天的天气，6个月啦吼。微风对西边吹来，下晡阮用榴大炮往迄个市镇发射一寡石头，也发射2粒榴弹。伫咧数日内，敌人有大数碰船40只。船只伫咧强烈门附近40只船吼，我这个是化痰去。对遐用旁启程吼，对2遐，伫咧要暗仔来到黄条附近，因为军营的西边遐停船，阮的船车用阮的肉眼吼，还阁会当看到伫咧西边吼，伫咧西边，敌人甲咱相像吼，规工无用咧搬运念头到迄个市镇里，也无用伫拖倒拿甲3、4门大炮，做工事吼。今仔日后真侪士兵坐船进出迄个市镇，也伫咧黄条附近来去去。3年老师啊，我伫遮滚水吼。这先来就无了。这一年一日啦吼，阮为着要破坏敌人发射了17发炮弹。暗时啊，一个阮的士兵沿着山峦去迄个避异的所在，伫迄个附近看到一只灯，比迄只灯阴阳吼，然后哈，是笑什么只啦吼，就去找机会要去掠迄只灯吼，但是呢，每当伊掠准讲已经找到机会，用伊所在好石枪吼。用伊来射击的时阵呢，迄只对总是会倒过射击。好石枪的对主角讲是一种无好钱用好石来点倒发好做来射击的老式的好枪吼。虽然如此呢，伊嘛是想要掠，伊要掠即只对的即个渴望，互伊。毋肯互伊选去吼，所以要到超过迄个边迄个所在吼，伊要找到机会通射击，就真精确瞄准吼，来拍着迄只猪。但是呢，互迄只猪呢随倒伫遐。但是现在有一个另外的困难来跟对伊来咯，就是迄只。小大着迄只小动物差一点啊，被敌人吼对伊的即个，那个敌人对伊的残暴啊，甲摕走安尼啦吼。虽然如此，伊被敌人射着一支箭以后，也是真勇敢吼。该射着该带着拍着即只猪，甲炸转来吼。然后为着要食即只猪吼，去叫着一箭嘛，哦，这是。真恐怖，这是摕命咧换吼。这足奇怪吼，你若身体吼，算掠过去这种伤哦，足恐怖，这是足侪人无救的啦吼。同样也是骹手是无当紧吼，你若讲骹手莫去动着即个大粪更新也袂要紧吼，大条啊莫去动着。你若身躯吼，啥物内脏吼，去互插着吼，差不多拢无命吼。所以刀啊摕来扑会使，咱摕来拄足恐怖，拄会杀死人哦。扑嘛袂使啦吼。好，夜间要到12点的时阵呢，有几只三板吼，阮是安尼感觉啦吼。讲有几只三板吼。因为半暝啊嘛吼，所以讲看袂介清楚，阮是安尼感觉吼。对迄个射母所的后面吼，
顺着特劳海水特劳沿着河边行来，经过迄个新营岛北边的迄寡河墙迄边落来。阮对遮用步枪真美丽来射击因去迄只芳船淡水河阮的领港船以及迄只大芳船Denwood Ross 河下，到遐呢，因就甲家己的迄寡舢板点好倒起来伫即寡舢板的后面，有几只武装的其他舢板发出真大的喧哗声。阮就对下面的舰队用因持续美丽来炮轰。那个炮轰到阮看见有两三只舢板连带人拢沉落去算那个水的人呢，对各处呢哀叫化现当中嘛有几个对真光灿灿的这种头盔的人阮咧想讲，即寡人是要来是要赶迄寡好船顶的人前进，算伫后壁咧赶人了迄只领港船呢，被两只起好的大舢板所困掉咧围困咧所以迄只大篷船呢，也被两只舢板来围困而迄只篷船是被一只舢板困掉咧，所有的舢板都完全倒起来，含阮迄寡船滚瓦了后，迄寡点倒好盐的人就跳水游泳。阮也对即寡人来大举射击了后就派几啊水兵在大举射击，我毋知要哪款直接念了后佫派几啊水兵一个下士甲6个士兵，是昨暗为着要防范好船，所以派伫个迄只大篷船顶咧戒备的因对遐落去，一直去到海边落去遐去探迄寡点到好盐的人即寡水兵呢真紧来坐迄只大篷船领港船前进，因为两只船内面也无断好，但是迄只篷船因为被因压入河药河药也去因船顶，如果被因停留上久，所以已经就好已经倒起来，而且被一只大好的这个舢板用两个铁链来绑掉咧，因此只好把这只篷船固定伫岸边，以免去夹着其他安全无事的船只。无其他的办法，阮就甲4只河船甲伊扑开杀离开了后，其中有3只拢算河根倒咧，经过处队经过这个城堡遮啦大江内面来飘入去其他迄寡舢板真显然也捌来过处队这什么意思？看无去到迄个射母所的时阵呢，阮有听到讲因真激动来咧向讲人遮尔歹来对待因你念啦这是因家己自作自受自业自得啦的效果。因乌空要埋葬别人乌空要别人跳落去啦，结果家己则烂落去坑里为此以及为着阮会当保全迄两只船，以及为着阮会得以保全迄两只船以及全部的小船，阮要感谢阿拉上帝。相歹迄寡篷船如上所讲的，因付出了真贵的代价。最后一段伫咧即个匆匆忙忙来行劫的中间就是来拍倒去来行劫然后反击有好盐毋知是来自何处，但是真有可能是某米人的好情所引发的好盐对 Gilderian 年报装着手榴弹的箱仔内底来倒起来
这个核对啊，就倒起来吼。可能就讲，可能是某米人的合情引起吼。讲可能是阮的士兵伫遐来去是合情去落伫咧箱仔内底，因此伫迄个领导都大好吼。迄寡流弹真强烈，各方面来爆炸。地搞有2门大炮，因为安尼来自行发射，互阮非常烦恼。伫遐的阮的士兵，阮嘛有听着讲伫遐的人伫海惨啦吼，讲着伤吼，而且看起来，那亲像规个领导拢伫咧河海呢吼。迄个爆炸过去了后，阮知影讲只敢有5个人被即个爆炸吼拍着烧着伤，其中一个人吼性命垂危吼，性命垂危，就是有性命危险吼。另外一个人被拍生惊吼，走入去营房吼，话讲电影内即个城堡咯，随着对头仔门跳落去四角城堡，甲伊的腿压挤去吼，拍到算摔断伊的腿。阮也共款学了上帝。伫咧爆炸40个，或者是更较侪流弹，遐尼恐怖的大火当中，无造成更较侪人的伤亡。迄时，迄寡士兵大部分拢对迄个领导投下护枪吼。等即个代志过去了后，一切又搁平静落来。电影伫咧军营里嘛无看到任何的动静。大概初3拜5。忽然间变一短。早起良好热天的天气，阮看见平地的迄个军营后面的篷船，约了20只到30只中间，西南航往海上去阮的船遐，但是上午就搁已经拢驶出阮的世界。愿上帝互阮的船不致遭受因的伤害。日方大部分对西风车啦，我咧摕即个毛糖的吼，伊这毋是糖，这是一种，这毋知什么什么碱，那个科技这物件，佛手良果啦吼，佛手，头先无哪讲哦，有一种，我问无哪讲，迄嘛毋是科技，应该。会当做菜，会当入菜，这种不手。我感觉话才是好过，我说我给我包动了。迄个愿上帝互愿上帝互阮的船袂去互伊伤受，无去互伊伤害着吼。日方大部分对西风车来，迄个市场的南边第2站嘛。采一寡宝拿伫遐，你迄个市场即边的所在吼，现在已经4季拢围起来了。迄只大篷船第80号含阮的领工船，今仔日拢真牢地要讲。牢牢的固定，伫厝边的河边，就是因为大船啦吼，领工船甲另外一只大船吼，拢真该绑起条啦，绑起安尼啦，绑伫即只河边啦吼。有一只是用一条铁链绑条咧吼。这条铁链是早暗对一只敌人的好船所踢到的，是因对坡面社会买一条铁来。另外一只是用几条铁条吼所打造的铁链来绑条的，安尼敌人就袂当扑断这个锁啊，像早暗因会当安尼甲锁真简单的甲扑断安尼咯吼。即寡船会飘去湾内吼，飘去即个大江内海啦。
北部忽然间大雾，相对放大气，然后呢扩大到各处，天顶嘛堆起高高的云夹着强烈的北风，安尼一直持续到半暝。原上帝互所有出航的敌人的航船拢遭有着毁灭，被海来吞食，被风来拆哩。这求上帝佫会救惨别人。一般基督徒教育是袂安尼教人讲救惨别人来，被海吞噬我拄则是比较翻做吞吃，我看这个视里边那读，互大家各位听来较学问啦吞吃就吞吃，个吞噬。为什么我这里 copy 不落来？吞噬的这个字呢，各位学起来了教学问吞噬讲到这个学问来，较感谢。这几天嘛，我伫这个 Threads， 毋是其实我 Threads 就喊你看到我去登去 Facebook 选一个尔，我即久无登去 Facebook 选一个，看有即个人要提起讲，你讲起迄个，伊是叫啥名？陈晓峰哟，我都袂记什么晓峰，迄个台湾史的迄个学者啦伊迄个名到底都读过不晓李啦，应该姓李等于李晓峰哟，这个小是要读啊，是这个吗？孝他说孝是一种会使做拼甲这个经济的细账对啊叫做孝。这种对就对啦，这种对啦含日本有一用迄个小字，这个感觉会对一个条啦顶头一个对个头，它做孝。就是这几我看到 Facebook 就是有人讨论这个啦就是伊是一个各位拢知影，伊其实伊是算较早。伫个不管是电视、伫个报纸顶头咧写即个历史煽动即个台湾独立意识的搁较早进前当然嘛毋敢直接讲台独迄都是台湾意识这方面安尼。结果咧讲起台语，伊是算是差不多淡水流派才对啦。但是爱有种学问的主张讲爱等迄个台湾教育爱这个恢复这个差不多100年前要到100年嘛1937年左右汉文化就停掉主张要恢复这个汉文化传统的这个来教汉字恁基础性本身愈教愈汉字愈愈深像这个碧海吞吃迄无学问爱碧海吞噬这个读书嘛我拄则知你个问题加讲吞噬的噬读做西西就是加啦、毒啦、地啦地这种音捌听过地就浊热亏所以这种各种食法就对啦所以这个吞噬各种食法拢有食油温煞高加毒地热亏
哦，这拢是食各种食法吼。好啦，就是安尼较有学问啦吼。当然足侪老一派吼，对汉字的迄种感情，甲对汉字的迄种主张哦，一向就是安尼吼。了足有学问吼，爱正统吼，所以看到迄个简体字吼，就足袂爽吼。这毋是干那老一派，即嘛台湾人其实拢足无爱看简体字吼，对汉字迄种感情反对汉字的感情吼，无法度能改变吼。听到法律袂要紧，听到即个人教宗对希腊来的法律就足袂爽哦，叫人叫做机遇啊！对我来讲，一切拢是机遇啊，只要是法律拢机遇啊，所以我较早毋用啦。OK， 来这边甲读到了吼，这一年一日。为着要破坏敌人，阮发射了39发炮弹。伫迄个市镇呢，虽然天气如上所述遐尔恶劣，阮听到敌人犹原是亲像昨昏遐尔积极伫咧做工。哇，愈写愈对安尼吼，当然愈太愈紧了。6月初是拜六，早起天气又搁平静落来，灿烂的阳光，灿烂的日头，因为安尼又搁照射大地吼。这是要怎讲吼？要怎翻？日头赤洋洋吼，面风对悠然对北风吹来，阮看着讲敌人站伫迄寡高路，因所踩的迄寡堡栏约略中间的所在，拍开一个气孔，像是一个小小的即个纱门吼，栅门啊吼。伫迄个后面有两个藤桶吼，顶下贴起来吼。伫顶头插一门小炮，伫头前堆满堡栏的迄个河沟后面的迄个房仔堡的东墙拍开一个孔，毋知用意何在，大概是要用来安定敌人焦虑不安的心情。下晡天顶又搁开始乌云满布透北风，看袂到阮迄寡船，暗时啊持续透北风。夜间就拢平静落来了吼。好，即工才对吼，6月初5，哦，愈来愈对啦。6月初5礼拜日，圣神降临节吼，圣神降临节啦，敢若是，这应该是耶稣基督。耶稣迄当阵圣神降临伫伊的身躯顶的时阵，会记载吧？我记新约是有即个记载吼。但是安怎去推算到6月初5，我就毋知吼。早起天气良好，上午甲下晡，顶晡甲下晡啦吼，阮拢真健全去听讲道吼，今日礼拜日嘛吼。要暗嘛，迄个市镇发射3粒榴弹，迄时有8只篷船落来，去油条附近的敌人军营边仔咧停船。夜幕开始就是低垂啊吼，夜幕开始下水，是无能看咯。当然袂安尼讲啦吼，当暗头啊吼开始下落来的时阵呢，天顶又搁乌，开始又搁天顶又搁一片乌吼，乌阴啦吼。夜间是一个蒙蒙啊雨的天气，蒙蒙细雨吼。6月初6，6月初5敢若记安尼尔。6月初6拜日早起良好的热天的天气，阮看到吼，伫厝地对面上头前的两个营地，即个布篷全部拢拆走无看咧。变成空地吼，但是伫咧营条迄个位了，真侪军人武装，并且摕着机器迄个夹掠赤坎拖转去。只有伫咧上述的油条附近，抑阁有
少少的这个布棚搭伫遐。因为我伫地图顶看袂到油条是啥物所在，但是我咧油应该是真挖这个夹肉吼，但是迄条围尾迄撮绿队吼，可能伫路口遐个管吼，你有了吼。三道饭店，阮有看到伫咧赤坎新仔人个边伊个东南方悬地附近，有个四季拢搭一个布棚咯。对迄个税务所，沿着海边啊东一直去到新仔人个即个林业，吼写林业，后壁挂号写讲是庙啦吼，寺庙吼。所以伊教导的即个庙吼，对因来讲是歹物啊哈，所以用歹字。讲沿着海边啊东一直去到迄个新仔人个林业。三有放一寡宝拿伫遐。上午，阮看见阮迄两只船对沙南方行来。下晡，阮派骑兵出去侦查，看伫厝地头前的第一个纳豆园，或者是搁较远的所在呢，有敌人，看是毋是有敌人哨兵伫咧徛咧顾吼。因转来了后，报告讲去迄边阮无看到任何人。今仔日反对沙南方强烈继续出来。要阿嘛往迄个市场发射所发的榴弹，真有成效，真有收效。只是有7只敌人的篷船对赤坎的头前航龙容易能去停船，暗时啊，暗时啊拢落大雨。好，6月初7拜二，KW 95啦吼，欢迎你吼。你是毋是因为看到这个电信讲来拍，所以来专门入来听吼？其实电信讲伫咧1个月前吼，4月底4月30号的款，迄天暗时啊吼，暗时啊偷足点钟的吼，一寡船就开始对龙眼门的水道就开始一只驶入来吼。这是已经1个月之前的代志吼。即摆阮6月7号啊吼，经过5个因安尼拍来拍去吼。基本上这1个月来，荷兰人是较占赢面的吼。好，咱继续看来吼。6月初7拜二早起乌阴天落雨，看见阮迄两只船还阁伫咧西南方，还有3、4只篷船伫咧海上。今仔日透早派一个中士，早着6个假冒险的勇士出城岛去纳豆园去掠人，但是拢无掠到人，因为现在大军拢搬往即个赤坎，不再阁有人行出迄条路。豆皮油条的布棚现在嘛大部分拢拆走了，共款阮昨昏看到搭伫赤坎的迄边的布棚也拢全部拆走了。对注卡吼，伊讲注卡讲大概是出发去屯田吼，屯田嘛吼，会当当做是电信讲派兵出去屯田的时间会即个佐证吼。可能是会当来证明讲，迄当阵差不多是即当阵就差不多占1个月的时间了后，因为无占满啊吼，面试足欠课，所以电信讲开始派兵出去屯田吼。我会知影屯田要来读，屯应该是读屯吧，草屯，但是草屯的屯是因为伊本来就是对迄个草屯的屯来吼。屯呢？屯读做屯吼3个音，屯吼。屯就是我按好对屯来是啦，屯是不义，就是屯吼。毋捌听人咧讲咧吼，即个但是这是汉字，就本身就有即个意义啦吼，就是不义，就是屯你看迄汉字就看有像啦吼，不义。二滴出。这是什么意思啊？二滴出就是看无吼，艰苦嘛是蹲吼，担心毋是贪心，毋是担心贪心吼，毋是担心贪心吼嘛是蹲。蹲呢，蹲就是自己叫做蹲
草屯就是草字进嘛，叫做草屯嘛哈。八宿的意思哈，祖籍八宿，然后八宿嘛是屯啦哈。屯呢，屯就是学得行哈，学得行，学得出，这是什么意思啊？二是哈，叫做屯屯哈，屯籍哦，屯基嘛，屯籍哈，屯杂，屯杂的屯杂哈，屯欢什么意思我都唔知哈。我来看这里伫大理大书店有收无？卡比汉尼屯有吼，咱来学一个吼。大理大书店收屯吼，第七声吼，拄则讲屯有三个音嘛吼，第一条第五条、第七条，音五七吼。啊，但是大理大书店有收第七条尔吼，啊有来没收五啦吼。伊收五七吼，好来咱来看。第一个是屯，第七条吼，屯是二字，或者是驻屯吼，比如讲例句屯。屯边吼，变调变第三条嘛吼，屯变屯边，屯番吼，拄则讲屯番咱看无讲，这条规则讲派石番去驻屯番界，叫做屯番吼。屯番我咧用，这是伫咧台湾可能直接用的一个词啦吼。你若讲伫咧即个吼，西南迄边闽南语可能都无啦吼，因爱讲闽南语，所以咱叫咱尊重伊讲因是闽南语吼。安尼哦哈，因毋是台语吼，因可能较无咧，即像咧歹讲啦吼，一个福建较早嘛是番啦吼，对即个汉人来讲专番啦吼。所以派石番去驻屯啊，石番吼，派石番去驻屯吼，番界叫做屯番吼。这是台湾事实上伫台湾这历史上台湾读会到的吼。但是伫咧番界吼，比如讲以新德关来讲，就是伫关西、德东这些吼，关西较早迄是石番，能派石番去驻屯伫遮吼，固定的吼，互山顶的这个青番袂来拍这个，袂过这个界吼。各界来拍来汉的界啊，汉的地界啊嘛，吼汉人袂超过这地界去侵犯那边吼。古早叫土狗啊吼，因为是拢贴一母一抓吼，拢到土牛安尼吼一抓长长安尼土狗，压一个狗啊，用迄个土母堆起来安尼吼，啊，个起啊过吼，拢是石番吼，啊所以呢。所以就是阮关西遐，其实是足侪较早边部所原住民石番，甲尾伫关西遐变客人。好，屯番吼，屯边。第三个讲是促籍边牛吼，就屯基的屯嘛吼，但是吼都讲即个吼，屯牛屯籍吼，屯牛屯籍吼，过来是屯杂吼，屯杂就是驻屯嘛吼，驻屯吼，屯杂啦吼，屯杂吼，屯籍吼，屯基嘛吼，屯籍，屯租是屯电边所收的电租吼，电租册吼，叫做屯租吼，就是阮讲。伫老母讲租金就是税金啦吼，比如讲纳水租是啥物意思？各位捌听过纳水租？我较早做田了，纳水租缴水费啦吼，就是你咧做田吼，爱用即个大圳沟内底的水来引导你的田嘛吼，所以你迄个田二免钱，迄水二免钱的，迄是爱纳水租，就是较早无，毋是较早即嘛爱啦，农民爱纳
水藻吼，敢若是六浪花的款。我毋知若对吼，我伫较早阮爸因哩捌的，我最近我毋知吼。所以落水藻吼，啊炖藻就是炖边所收电租切吼，炖电边你收的电租切，就是你这我就无解清楚是甲什么人收这个钱啦吼，炖电边可能是伊因收钱收切吼，可能是炖电边所伊的这个收入的切会爱纳一部分出来公家安尼啦吼，炖藻吼。炖糟、炖番吼，拄则已经讲过炖番、炖营就是驻营啊，而且驻营吼，驻扎军兵营嘛，炖营、炖牛吼，炖牛就是炖食的嘛吼。所以你台语拢有法用炖字来表达迄个续存迄个意思，但是即个炖字因为华语无安尼讲，就安尼讲吼。毋是华语安尼讲，但是我意思就是讲，伫台语的用法是会当蓄积吼，或者是比如讲你囤钱，或者囤车、囤这有诶无拢会使吼。囤所是驻屯的所在，屯所这是日语来吼。屯搭就是混杂吼，讲是转音的款，泉州人则安尼讲屯搭。讲例句，比如讲老热，是啥物意思？老热拜做人屯搭，这啥物意思？看无？我看一下日本版。日本版。伫遮炖搭。扎塔夫斯路，扎夫斯路，空扎兹斯路，混杂哈。老热拜，真侪人炖搭，真侪人炖搭，炖搭，这就歹势语文了头。炖第7条，搭第8条吼，炖搭，歹势炖搭吼，炖搭第3条才对吼。但是我还是看无炖搭后壁日语的解释应该是写看汉字意思是讲祭礼的时阵真侪人吼，真热烈的吼，热拜侪人炖搭。我们读个家己都毋知影意思，热拜真侪人炖搭。这个拜吼，伊用汉字一次两次吼，次数这个次吼，老热拜，但是头这拜吼，老热拜真侪人炖搭，这是看无咧，真正看无。好，继续读落吼，炖颠就是炖电边啦吼，过来是炖电吼，文言词炖电就是咱即马伫个即个日志内底读的炖电吼。毋是歹势，伊读这伊是写第5条屯吼，17353，所以7变35嘛变3吼，所以当时读这屯电吼，屯是屯的第3个意思，就是促进兵牛吼，屯牛吼，屯，好。学一字啊吼，我读地形讲以来，无足紧张，逐工过啊足紧张，无法度好啊，学一下台语。好，来咱继续看吼，讲咧有
为啥物因拢甲即个布棚拆走呢？因为经过1个月了后，变成讲已经欠粮，无物件食，只好开始派兵出去屯田吼。不知道读到即个书吼，屯田吼。所以屯田即个汉语词会使呢，直接读啊屯田。这应该是知影吧？各位应该知影吧？就是讲迄当因为即个工程讲无了，结果只好佮无通食，所以就甲兵派出去屯田吼。啊，屯田那个种啥物？会即规应该你佫会记得因讲规偌济人来？真正毋是有问迄个希腊人讲，希腊人讲甲荷兰人报讲偌多人，3万人吼。3万人，遮多。好，有机会再去看，我已经袂记讲几万人吼。好啊，遮尔侪兵，逐顿爱食遮侪物件呢哈。要物件我着想说，迄人要种树嘛袂赴啊吼。你随着即卖要食吼，所以毋是种树，我知影那是种迄个种汉字啊。好，继续。规工差不多容易落雨，透西南风，但是风力无讲介强。迄个市林即嘛，真少看到人沿着街仔路咧行哦。有一个人伫庙街的头前哦，灌水或者是灌其他物件，后面的一个士兵对城堡遐甲弹死哦，真准哦。暗时啊。Christine Hansworth 伫咧佛罗摩萨议会呢，因为伊以前的优越的表现，就是顶个非常有感来传阅敌人，经过迄个劫掠奋战前来吼，而且伫咧5月25号也是第一队出击去顶大炮，等等的被声任做检举官，将会接替破壁衰弱的 Jacob Squadron 指挥 Gildeviand 领报。那个初步拜山，早起游玩是乌云天，阮看见敌人甲迄个市场吼面向即边的窗仔，拢用砖仔甲封起来。大概是惊阮看会着来去袭击因啦吼。因为进前，比如讲，去甲伊灌水尔吼，都叫穿大事，我惊吼。上午可见的发武器会调集开话，迄对主卡哦，物件变咯。有一只猪仔囝吼，猪囝吼，行到迄个公房厝遐附近，被阮的狗掠着，用一个随手去吼掠倒来城堡里。敌人对此拢无出来看，也无任何的举动，因伫厝内一四个人保持安静。只敢若有时会看到有寡人吼行过遮，或者是经过遐吼。迄条经由水中前往闹豆园的路，现在也无人伫行搭。阮伫咧即个城堡里的士兵，真侪人开始衰落落去，主要是因为欠缺鲜的食物吼。新鲜的食物啦吼，哇，这嘛是城堡内底吼，我是欠食吼，真正想无以前呢，一直来我都冻10个月吼。阮迄寡船现在看袂到啊，应该是航往海上去咯。港外也无阁看见有帆船，但是伫咧龙眼门迄边有看见3、4只。即个港道现在已经开始有一条吼有淹起来吼。目前透西南微风，有时啊落一寡骤雨，就是真紧的急雨吼。下晡召开军事会议，召开了偌久，有6个被收禁的佛罗摩萨人，其中有一个因为背叛而被收禁的即个家庭社的长老，但是其中一个是家庭社的长老啦吼，因为伊背叛嘛吼。因
纯粹讲因要去灌水，真秘密来用一条索啊，对这个城堡下站步道南边的半路岛来对落去城墙当做逃亡地点迄边去。当美利斯跟领导的哨兵发现因逃走的时阵因已经走去边啊，即个采宝拿迄个市场被其他人接入去安尼连一发枪子也袂赴来因发射，当时因身躯边拢无劝酒的人，完全违背了通常的命令，因此下令稽查官亲自去查询，是谁允准因安尼出来，要加以处罚，也下令各军官要对此更较好好来管束因的士兵，也要因搁再一次命令。这个命令伫卫生期间已经重申遮尔侪摆咯，就是无效果无好嘛是要搁重申要谨慎敬畏有一寡应该是伫城墙顶担任任务的士官，并毋是逐遍拢有去毋是逐遍拢有去即个城墙有一寡人被发现讲困去迄寡无担任敬畏的人伫咧军营里袂当困伫咧即个真重真冷的一石头顶，或者是床仔顶。真侪人显然是因为安尼来破病即件事因一直到现在拢像敢若拢无注意到，也要命令因要注意清理冲水排水道，以免造成难以忍受的臭气等等今仔日阮看见着人伫咧普罗米西亚城堡的头前开始咧做啥物？普罗米西亚城堡就恰看到了6月初9拜四，当然看这时间，阁剩10分钟。早起看到伫咧市镇里无啥物改变，迄个公报处的下面的窗仔门全部拢刷走。因此，阮对遐会当看到某一寡方面早着咧菜伫厝地正头前的迄个宝拿，有2-3个宝拿拢被拆除，可能是因想要有更较好的即个视野要看较清，看较快并且互模糊的人感受到不安。阮也看到迄个市镇里对烟弹穿起来烟比以前减少足多所以伫迄个市镇里的人大概也毋是讲介多看起来伫咧烟条迄角位的人也无讲介多，大的芳村也减少真多了，因此目前伫即个湾里伫即个海湾里会当看到大芳村无超过10只到15只。伫咧港外连一只都无，剩落来拢是小船。即寡船大部分拢留伫咧普罗米西亚正头前的岸边，就赤坎正头前以及附近的即个烟花，有8-9只对内面迄边就是指赤坎烟花迄边，航往两道园，有3-4只也对赤坎烟花。航往龙里门水道，其中一只看起来伫北沙尾的湾内烟花遐看线咯，看线就是搁浅人走来了，安尼就免过水迄只英兰号的残骸，今仔日上午随着大阴流往厝地的西岸飘来，后来又搁被特劳的海水冲落去，伫咧即个港道附近来沉入去水底。有2个新仔人伫北沙尾，看起来敢若咧照顾什么物件官方写讲北沙尾林荫厝地的整个沿海现在大部分拢浸伫水下。水下啦，看到2个新仔人伫遐咧顾遐物件，迄个物件应该是跨线伫迄边的，
这个港岛甲海上今仔日拢真个影真大，上午落一阵强大的风雨，风雨呢拢是对江南方靠来对东方来啦天顶的乌云对西北边地落来持续两雨，就阴无动静，一直到下晡才看到因伫做迄个无远甲无远对面，甲迄间厝中间的宝拿中间，伸出一门大炮的大炮的即个炮喙啦甲大炮的一部分用一个砍的宝拿砍掉咧，规个门咧落雨，炮风落雨，然后吹只暴风。早起，阮会落咧去甲坐伫迄个边仔的扫帚搬入来城堡里来。迄时突然对迄个市场发射发枪子，也射来几支仔箭，但拢无射着任何人。海上游园是影真大坡道的响应最近这3-4天，阮继续无伫咧。即个下站城堡的东墙，就是街墙的边仔有一个大街有一个一间大街，通往顶站城堡的迄面城墙无用伫遐加建一面3尺高的城墙，互即面城墙变成相当高。这两面城墙中间的这个塌梯的工作，塞田就是两面城墙中间讲有啥物个塌甲挤入去啦今仔日有一般居民因为落咧完全来竣工咯完成。即寡人伫即个时期呢，担任了真大的落叶工作啦阮将会用现有的篷布道来装沙啦摕去放伫上受到射击甲上脆弱的所在用来退最后一遍，摕布捆去安置伫迄寡面布甲即个形墙顶头因为伫持续要落大雨的情况之下。就说我已经用落坡来砍掉咧，布捆也是会漏水我要将上水迄寡布捆的一部分摕落来拍打。万威廉阁下的迄间厝已经被敌人的大炮拍歹到无法度使用因为原来阁再遭如此强大的炮击，迄时阮我方的士兵受伤上多是因为虾片飞飞的即个虾皮来受伤了所以甲厝也拆落来。现在即个雨水伫迄个厝里流满各处就是无厝顶了嘛，所以厝里做饮水的迄个厝里呢，无论是顶面或者是下面，人拢已经无法度通大落去，造成真侪人的不便。伫咧即个角城的后壁遐瓦郡西边迄边，比现在悬重起来的海水涌入来充满水咯迄条南港道现在无安怎形影啦无即个影无介大啦平常时迄到位啊，定定是即个龙道响应阮看到讲敌人伫咧旁船车甲迄个市场里的状况，即个情况excuse me， 拢无变动猜起来，迄门大炮还阁伫咧昨昏所看到迄个所在。今日上午对一个临时助理甲一个下士执行处罚，两人拢被罚，用枪支来射过因的头壳顶。真个无破死人啊！人少也无像迄个电视讲迄边人多三不五时个两人去抬我要继续到出门间。
上午北好天一阵啊，但了后就规工落雨，落真侪雨，风对东南风吹来，风力无强。即寡雨风来真侪阮上述工程的进展。有一个伫石河厝面的即个新仔人，今仔日早起平安风的人看到，就倒入去迄个市场内底，或者是后面去，遐看起来有哨兵，伊就伫遐困去。阮希望讲，现在会当搁去掠因的人转来，因为阮咧想讲，对掠来的人将会当知影一寡有路用的消息，但是因为现在因拢无人暴露出来所以阮除了小心去攻击上头前迄寡厝以外，无其他机会通掠着人。阮也试过来阮的士兵提起处事，但是还未找到知影要安怎去执行处事的人处事就是掠人啦规暗拢搁伫落雨。好，从前分钟我就来读啊读到6月10号6月11嘛是无讲介长，明仔再来读啊，即两6月变足多的都读较紧啊所以就读10工去啊我拄则要拿开讲，我看3年离开啊我咧看这。对3年写盾，伊写盾我其实3年头即个盾里有即个有一个口啊我拄则知迄个是无口啊迄个盾无盾的音啊敢若盾音和琴盾的盾物件即个盾里对啦，即个盾里平常是安尼讲盾物件盾好，安尼今日读到遮希望明仔载会当继续讨论我这个无用的，有时暗时加班。好来，感谢我贵房2号不是绕月一圈吗？等到阿尔忒弥斯4号，他们就直接瞄准月球南极了。其实也不只是美国，其他国家包括咱们也同样是死死的瞄准了月球南极啊。那问题来了，月球那么大，坑坑洼洼的地方那么多，为什么地球上这几个大佬国家就非得死磕那个永久黑不隆冬的月球南极呢？明面上的说法是因为那儿有水冰。你看，南极的永久阴影石刻里面呢是冻着几十亿年的冰，你把这些冰给挖出来，通上电，一电解，氢气和氧气就全有了，宇航员有水喝了，有空气呼吸了，连火箭的液氢液氧燃料全都有了。那这就意味着，这未来的月球基地啊，它就不用再像是一个巨婴一样，什么资源都得花天价从地球上用火箭给硬扛过去。它这个基地可以自给自足了。但是呢，你觉得花几百亿美元就是为了去月球上建一个加水站吗？水冰啊，那还只是个概念，是个路费，这个能让你活下来的生存包。真正的终极猎物藏在月壤里，叫海参。但这东西在地球上到底是个什么身价呢？统一算一把，一年全地球的产量乘4也就70公斤，市场上1公斤的价格，标价大概是2000万美元左右。你可注意啊，这可是真金白银在桌子上交易的价格。那月球上有多少海参呢？保守吧，目前保守估计数10万吨到上百万吨。你看看，一边是按克算的绝版货，一边是按万吨算的露天矿，你两边的数字放在一块儿一对比，你细品，对吧？现在就知道为什么回世界之后，所有人都想往月球上去窜了。那我知道你肯定想问了，那这海参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凭什么有这么贵呢？地球上怎么产不出来呢？咱们呢来四川一下这个底层逻辑啊，扒一扒这个桌子底下的这整个买卖这个链条。首先呢，这地球上的海参根本就不是从地里面给挖出来的，它是硬生生给熬出来的。哪来的呢？枸杞。
各个大国在维护核武器库的时候啊，从那些老化的核弹头里面给刮下来的副产品，